翻嚟上屆中啊！咁今日同大家探討咧，就係點樣預防呢個肝炎，令到佢咧就唔會導致咧呢個肝硬化，或者有啲咧就嚴重嘅話咧就會變成咗肝癌嘅。咁喺我身邊咧就係嚟自呢個 Stanford 嘅肝臟專家 Samuel So。咁啊 Dr. So 啦，就呢個7月28號咧係世界肝炎日啦。我知道你哋咧亞裔肝臟中心咧就做咗啲 PSA 喎，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咧？係，我哋好彩得到好多出名嘅明星咧，同我哋即係免費拍有啲非牟利嘅即係廣告啦，即係提供即係提醒嗰啲市民做乙肝檢查啊，同埋預防啊嘅重要性。咁我哋上年好幸運得到阿劉德華同我哋做咗一個PSA，就係廣東話嘅。咁同埋咧有一個係國語嘅咧，就係羅家英做，因為羅家英自己有乙肝啦，就之後咧佢發展成肝癌，但係佢嗰個即係 message 咧就提醒如果有乙肝咧，記得要定期做肝臟嘅超聲波檢查，因為佢發覺自己有肝癌嗰陣時咧，已經即係後期啲啦，因為佢冇定期做超聲波檢查。佢都係及早發現咧，就可以預防同埋即係可以早期發現癌症咧，細容易醫啲嘅。你遲啲發現就難醫好多，同埋翻發性就高好多。係呢個真係好緊要啊！所以就係預防勝於治療啊，所以及早發現咧就好緊要嘅嚇。咁同埋咧就講開呢個乙肝啊，好多人咧就對於佢點嘅樣傳染咧，就可能有好多誤解嘅。麻煩 Dr. So 嚟講講。所以變成好多人有歧視乙肝嗰啲帶菌者咯。因為乙肝只有3種嘅傳染即係方法，一就係媽媽係帶菌，就係 BB 出世嗰陣時冇打疫苗。然後第二樣咧就係血液，即係以前咧嗰啲同用嗰啲針筒啊。即係而家冇嘅啦，咁重複使用針筒嚇。再同埋咧，以前嗰啲血如果檢查得唔好啊，咁即係變咗輸血啊，嗰陣時又可以感染到啦。第三嘅方法係即係冇防範性嘅性交。但係多數人有慢性乙肝咧，就因為細佬哥嗰時感染，因為細佬哥感染咧。就變成即係慢性乙肝嘅機會最大。但係一般咧就即係口水啊各方面係唔會傳染嘅。你共用即係飲食器啊，即係你去食飯啊，即係如果食嘢即係family style 啊，一齊即係夾啊餸啊，唔會感染。係唔會傳染嘅，所以就大家都唔使擔心，因為咧就其實主要我就咁聽咧，就應該係通過呢個血液嘅即係傳染咯。即係出世嗰陣時都係血液㗎。母嬰嗰陣時感染都係。都係咁嘅樣。咁咧就即係好多人咧就有個疑問啊，即係其他疾病咧就好似話我要改變生活方式啊，即係健康飲食咧就可能即係可以預防。但係如果以肝炎嚟講，有冇咩生活方式需要轉變呢？即係好多人咧就話，即係如果你有乙肝啊、丙肝啊，你就唔好飲太多酒啦，因為酒精都可以損傷個肝啊。但係有啲人咧就而家因為你食開嗰啲抗病毒嗰啲藥物咧，咁變咗你啲全部啲肝指數都正常翻啦。咁又即係變咗就可以
久不久飲下酒咯。哦，但係都係冇飲太多，即係唔好飲太多即係冇話即係暴飲啦。係啦，樣樣嘢都係咁，即係好似適可而止啊！而家好多人嗰啲咩cholesterol 高咧，咁佢食咗啲藥啦，佢就正常啊，一樣繼續係咁食㗎嘛。係啊係啊係啊！咁最主要，如果你有乙肝，如果你食緊嗰啲藥控制住。咁你久不久你好中意飲紅酒啊、白酒，飲少少 OK 嘅。哦，其實都 OK 嘅，不過即係凡事都係適可而止啦。就係你飲得太多，就算正常人嚟講，都會影響個肝咯嚇。喺節目結束之前啊，咁麻煩 Dr. So 咧就講下，你如果要同觀眾朋友俾啲小提示啦，你有咩特別想講嘅咧？我即係我繼續都即係推薦各位最緊要做一次乙肝同丙肝檢查。咁如果係陽性咧，就即係最緊要睇下要唔要如果丙肝一定要做治療。如果乙肝咧，大多數都應該接受治療，不過你同你個醫生講。咁如果你未感染過乙肝咧，就應該接受個疫苗。而家打疫苗都係免費嘅。同埋 BB 出世都一定要打咯嚇。我哋多謝晒 Dr. So。咁啊，正如 Dr. So 所講嘅，其實咧就嚟到今時今日咧，就呢個乙肝同丙肝咧，其實係可以得到一定嘅控制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咧就如果咧就記得咧就係做呢個檢查啦。如果發現自己有呢個指數係呈呢個陽性嘅話咧，就記得同醫生講，或者咧就可以食翻啲藥物。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呢，我哋會俾大家睇下，我哋咧就本台依家都播緊嘅2個公益廣告，一個咧就係由劉德華所做嘅，另外一個國語咧就係羅家英所做嘅，就係關於點樣預防呢個肝炎。我哋睇下呢個廣告，咁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華仔劉德華。你知唔知啊？慢性乙型肝炎係導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。世衛組織建議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檢查。如果你未做嘅，我呼籲大家要求你哋嘅醫生為你哋做一次檢查，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，又睇下自己係咪需要接受治療。如果你係乙肝帶菌者，更加要主動每一年做超聲波肝癌檢查，早診早治，安心又放心。历经无数惊涛骇浪潮，不说理不去，这个不管用，最猛的就是他，超级无敌超声波！嘿，这不是开玩笑，乙型肝炎病毒可引致肝癌。如果你是乙型肝炎带菌者，更要每年接受超声波肝脏检查，尽早诊断，防范于未然。